受惠多項盛事喺啟德體育園區舉行，啟德新盤再次成為市場焦點。由會德豐地產牽頭發展，位處跑道區嘅 Double Coast 第一期，目前已屆現樓。屋苑設計以悉尼海岸生活為靈感，樓盤8成單位屬1房至2房戶，相信可以吸引年青買家或者新婚夫婦進駐。最新開放嘅現樓示範單位係位於第3座28樓 D 室，實用面積477方尺，為2房連儲物室、開放式廚房間隔，貫徹悉尼海岸式嘅生活元素，採用典雅柔和米白色為主調。單位景觀開揚，透過露台可以飽覽九龍灣內海、海濱長廊、屋苑園林同埋住客泳池等4重景致。景觀層次豐富，單位客廳、飯廳分明，並以長方形設計，長約7.5米，闊2.6米，空間感充裕。開放式廚房設有特長嘅工作台面，配備德國品牌 Miele 嘅煮食爐具、蒸焗爐等廚具。儲物房就位於大門入口嘅左面，可以靈活作為衣帽間等用途。2個房間同埋客飯廳景觀同向，內籠間隔同樣方正。主人睡房設計實用，放置衣櫃後仍可3邊落床。